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南投德山的竹艺灯会，年底要来开幕。今年唔但扩大展开，嘛伫个99坎下坪吊桥甲裤仔坑来规划大型的花海，互游客日时看花海，暗时啊看花灯。 德山镇公所伫镇内规划3大花海，有99坎下坪吊桥，佮有画面上已经大开的歌仔坑花海。 那首先绽放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蚵仔坑啦。蚵仔坑在什么地方呢？小黄山不陌生吧？就是我们在花海的最主要地方。第一期10公顷已经完成了。利用歌仔坑伫外收根期，种大约10公顷的百日草日头花顶顶，公所欢迎民众来遮欣赏美丽景色。 我们这一次耕种的一个花海展示的地方，最主要就是波斯菊啦、百日草，这是第一梯要出来的。那第二阶段要出来的话，就是向日葵啦。希望大家有空时就是出来走一走。2023竹艺灯会来到老街举办，嘛规划丰富多元的活动内容，欢迎大家做伙来遮佚佗。